世界棒球12强 B 组赛，台湾队得到2胜了后，即马伫咧台北大巨蛋对上日本队，目前比数0-2，由日本领先。这场比赛毋但声超过3万人到台北大巨蛋观赛，也有不少日本媒体到现场，也有日本的传奇球星来台湾做球评。 在国旗大声喊替台湾队加油，球迷生热心，这对男女朋友伫咧面大国旗的大纸，准备做爱国球迷。中断他们国际赛21连胜了，靠我援！何乐局明年要转台钢了。要和同款2胜的日本队对战，而且日本队有真侪选手拢是顶摆经典赛摕冠军的人马，大家拢知影无好拍，但是球是圆的，还未拍，谁拢唔知。3.3万张的门票早都卖了了。这次中华队5场你都有进来看吗？应该是韩国第1场跟这一场日本这一场，赢球的企图心也会非常的强烈，因为我们代表着台湾啊，我们想赢球。访问台湾队的加油队员，落尾佫家己加入 Team Japan， 伊是日本 TBS 的主播九载大如，嘛是即摆来台湾采访12强，每60个日本媒体工作者之一。 2007, I was watching from that, but then after Premier 12 also I'm watching from the first time. But this Taiwan team is, I think this time is the strongest team. I think right now. Right now, it's hitting is good and fast. So Japanese team is, I think it's very tough to win. TBS 即摆是请到上元浩志和赖川胜任这个人来做球评。富士电视台是冰星怪物上班大虎，真侪日本退役的球星来到台湾，替比赛增加话题和人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